较多的时间。如果在座伙伴你在跟随大人哥在讲这张名片的过程当中，我讲到什么，你就很快的能够写完，恭喜你，你在你的职涯伟大航道上面已经开始前进。如果你说，大人哥，我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，我不晓得我的专业能力是什么，我不晓得我的创业辅导，我更不晓得我未来创业要走向哪里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圆梦12例里面，赖恒毅教练有个提问力里面，你可以好好的去看它里面的影片，它说明，它会引导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，我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，想做成什么样的人。那我很欣赏一位王一郎老师，他也是我们圆梦12例的一位老师，他曾经在私底下讲过一句话：能不能成功，可能操之在他人，但是想不想成功这件事情，操之在我。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？因为我们的理想抱负有可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，你会被人家泼冷水。啊，那有柯林，你长这样怎么可能当 model？ 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的冷水泼到，但是那是我们的梦想。我们都知道梦想不能够被取笑，只是在那个情况下，大家会觉得你怎么可能会做到这样？我们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专业能力，我们这样的那个特质，但是我们常常被人家泼冷水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？所谓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，就像我们刚刚在看招牌这件事情一样。各位，你觉得招牌凌乱，可是你非打一通电话的时候，为什么在座所有的伙伴，包含线上的伙伴，你选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？那就是你的喜好。能不能成功这件事，比如说餐厅很多，但是我就选这一家，于是这一家因为你的光顾，它的营业额增加了。没被光顾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强迫你顾客选哪一家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因为别人这样不选你，你就放弃你的创业吗？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吗？当然不是。想不想这件事情，我们刚刚讲，理想跟抱负，它是我们的梦想。你有多想成功，连大学都鼓励创业，大学鼓励大学生创业。他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动作，但是借用他的一下，他曾经说，当我们人生呈现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右手掌，拍拍我们的大腿，然后讲了一句好极了 ，yes， 很好。在顺境中，我们要告诉自己棒。在逆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觉得很挫折，我们觉得这世界很灰暗，但是他还是一样举起他的右手，用力拍了他的右大腿，讲了一句太棒了，我正在成长。这个动作只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坚持。来，我会邀请在座所有创业的伙伴举起你的右手，轻轻拍你的大腿脚。当我们顺境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好极了 ，yes， 很棒。但是当我们受到逆境挫折的时候，同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拍着我们大腿，大家喊一声太棒了，我正在成长，很好。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，告诉自己我们要坚持到底，我的梦想才有成就的可能。好，